TT 10萬個點解 YouTube.com/TTTime。 大家想我下期解釋啲咩嘢？歡迎留言，鍾意嘅就讚好分享，唔鍾意嘅就留言俾意見。今期專注於新世界秩序的深入挖掘，探討未來由誰塑造。訂閱並留言你想了解的話題，與我們一起揭開迷霧。新世界秩序是大眾文化與陰謀論中的概念，描述秘密精英團體試圖建立全球統治的陰謀。擁護者相信全球精英操縱世界事件，建立集中化、去民族化的全球政府，剝奪自由，消滅主權。新世界秩序陰謀論引人注目，因其質疑權力結構，並在不同時代賦予不同內涵。從18世紀共濟會恐慌到冷戰焦慮，再到數位監控與全球化爭議，陰謀論不斷演變，反映對不確定性和權力集中的恐懼。陰謀論也備受爭議，批評者認為缺乏可信證據，基於猜測和誤解。學者指出可能誤導公眾，破壞信任，激化社會對立。本文剖析陰謀論的起源、內容、影響及爭議，鼓勵批判性思考。陰謀論早在現代社會形成前就存在，對秘密團體和隱藏權力的恐懼可追溯至中世紀。新世界秩序陰謀論雛形形成於18世紀啟蒙時代，社會結構變革引發對權威的質疑。1776年，巴伐利亞光明會成立，推廣理性主義，反對宗教迷信。光明會被指控顛覆政府和教會，1785年被取締。儘管短命，其傳說流傳，成為陰謀論基礎。共濟會也成為懷疑焦點。共濟會因秘密儀式和精英成員引發猜測。19世紀作家將共濟會與光明會聯繫，聲稱他們是全球控制陰謀核心。20世紀新世界秩序概念獲新生命力，國際聯盟被視為全球政府早期嘗試。冷戰時期新世界秩序論述賦予地緣政治色彩。美蘇對抗被認為受同一秘密團體操控。1950年代比爾德伯格會議成為焦點，被指控是精英密謀全球政策場所。1990年代布希使用新世界秩序一詞描述冷戰後國際合作前景，被陰謀論者認為是精英公開承認計劃證據，詞成為陰謀論核心符號。全球化加速吸收更多現代元素，國際貿易協定、跨國公司、中央銀行影響力、技術進步被納入陰謀論框架。21世紀初9/11事件、全球金融危機、氣候變化已成為陰謀論提供土壤。新世界秩序陰謀論相互交織。陰謀論核心是秘密精英團體策劃全球統治，通過操控經濟、政治、媒體實現目標。常被點名家族包括羅斯柴爾德、洛克菲勒。聯合國被認為是全球政府雛形。比爾德伯格會議被指控是精英制定全球政策秘密場所。共濟會與光明會被認為以某種形式存在。三邊委員會與外交關係協會被認為是精英協調國際政策平台。全球化、自由貿易協定、跨國公司被認為削弱國家主權。中央銀行被指控通過貨幣政策控制全球經濟。數位貨幣被懷疑是監控和控制個人財務工具。5G 網絡被認為用於監控或健康操控。人工智慧被指控可能用於建立極權社會。疫苗被部分陰謀論者認為是植入晶片或控制人口手段。支持者引用歷史事件作為操控證據。布希新世界秩序演講。比爾德伯格會議存在被認為是陰謀線索。權力集中、全球化趨勢、中央銀行影響力、科技巨頭崛起被視為證據。不透明性引發猜疑。批評者認為陰謀論缺乏可信證據，
基於推測而非事實。邏輯謬誤將無關事件強行聯繫，忽略更簡單解釋。過度簡化全球問題，忽略歷史與經濟複雜性。反智傾向削弱信任。學者視陰謀論為心理與社會現象，反映人類面對不確定性時尋找簡單答案傾向。媒體報道平衡揭露真相與避免放大謠言。社交媒體興起使挑戰更複雜。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改變陰謀論傳播方式。YouTube、Twitter 等平台讓內容迅速擴散。QAnon 等新興運動將新世界秩序元素融入敘事。陰謀論影響政治運動。新世界秩序陰謀論影響反全球化、反疫苗、民粹主義運動。某些極端事件中扮演角色，如美國國會山騷亂。陰謀論可能削弱公眾對政府、科學、媒體信任。陰謀論可能加劇群體對立，影響公共衛生政策如疫苗接種率。新世界秩序陰謀論反映人類對權力、變革、不確定性深層恐懼。歷史根源可追溯數世紀前。現代形式與全球化、技術進步、政治動盪密切相關。支持者認為揭示隱藏真相，批評者指出缺乏證據和潛在危害。理解陰謀論需批判性思考和資訊來源審慎評估。陰謀論提醒社會需在透明性、信任、溝通方面努力。未來隨技術與全球化持續發展，陰謀論可能繼續演變，值得關注。新世界秩序陰謀論認為，少數權力精英組成的秘密集團操控世界，通過秘密社團、政府部門等推動全球一體化的專制世界政府。陰謀論者聲稱，美國政策和戰爭是精英集團為建立新世界秩序而推動的，並試圖控制各國政府和政治人物。精英集團被指控通過控制金融系統操縱全球經濟，計劃建立單一全球貨幣以鞏固經濟控制。陰謀論者認為，精英集團利用媒體和教育進行思想控制，讓人們接受新世界秩序的理念。精英集團被指試圖消除傳統宗教信仰，建立新的宗教體系以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行為。陰謀論者認為，精英集團通過推廣避孕、製造饑荒和疾病等手段進行人口控制。新世界秩序陰謀論起源於19世紀，基督教末世論者預測全球主義陰謀，秘密社團如共濟會被指控有隱藏政治議程。20世紀，隨着世界格局變化，陰謀論進一步發展，戰爭被認為是精英集團為全球統治目標發動的。美國作家和電視報道家在20世紀末推廣新世界秩序陰謀論，描述精英集團控制事件流向。當代，互聯網和文化作品廣泛傳播新世界秩序陰謀論，成為重要傳播通路。批判者指出，新世界秩序陰謀論缺乏證據，許多觀點基於猜測、誤解或斷章取義的資訊。陰謀論者將美國國璽的拉丁短語誤解為新世界秩序的暗示，實際上無特殊含義。批評者認為，陰謀論存在邏輯漏洞，金融市場複雜性使得任何集團無法完全控制。陰謀論者認為精英集團試圖消除宗教信仰，但宗教在人類社會中根深蒂固，難以消除。陰謀論的傳播可能誤導公眾，導致對政府和企業的不信任，影響社會穩定和和諧。